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清洁队员的临时员，这个清水沟扫路面是真辛苦，但是互因更加心酸的是，甲其他5组比起来，薪水是加准加，底薪是23800，加上一笔3000块的清洁奖金，拢总无够27000。也毋过，人其他5组，敢若这个清洁的奖金都有8000块咯。这个高雄真正是差人一大截。清水沟啊，将这乌草草的土壳甲捂起来。只是清洁队员每一天的日常工作，都要处理都市的角落各种的脏乱，照到互咱有清气的市容。因这辛苦，一个月到底会使赚偌济？临时的是比较少。一年一约的临时队员工作量未变少，也不过领的薪水是23800块，甲正式队员比较起来，足足减8000几块。加在每个月有清洁奖金通摕，偏偏这笔钱高雄摕到的是6都上少的。咱的高雄市的清洁奖金才3000块尔，台北市哦1万8000多清洁奖，台南市呢清洁奖金8000，台中市呢也清洁奖金8000。高雄清洁队临时队员有300外个，代志袂较少，也不过摕到的奖金却是干那3000块尔。其他5组除了拢是8000块，甚至因的底薪拢较悬。工作内容是大家是一致的啦，对啊，所以如果说以清洁奖金来讲，应该是要一样会比较好。确实是应该要能够能够缩短这个兼职队员跟临时队的差距，我们再努力看看。市长陈其迈承诺讲，未来会一步一步做调整，临时队员敢若5万讲，平平咧做事，薪水莫领比别人较少。